蛇先生得意似的说：“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叫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些，不给他们认识。到这个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说了。哈哈，你这些话我也只有赞叹感服而已。可是事实终究事实，你的秘方灵验是谁都不敢否认。”西医说：“蛇不是竹尾有毒，虽然却是竹尾都会咬人。我所遇到的100人中，真被毒蛇咬伤也不过1/10外。试问你，医治100个病人，假使被他死去10几个人，总无人敢嫌你憨班。所以我的秘方便真的有灵验了。”蛇先生很诚恳地说。爱河的蛇先生，你知短篇小说其实讲一只足怪的人，你用的音味叫足怪的，去养家。不过足怪的是个，我读到3种东西，就讲这个蛇狗会是怪，个怪又会是个蜈蚣，蜈蚣又咬蛇狗，所以佢对于安样的一只足怪的神法后，佢哋安样注意蛇狗的问题。所以呢，有一摆佢就读到一些人本给蛇狗咬到，做了超级天数，其实来首歌就用草药来调吧，结果就好了。后边就讲，人就讲，你当年蛇先生佢会足怪的蛇先生佢会治疗嘅蛇痛，冇想到其实佢唔係，變到個後尾這個做營養嘅本人高嘅之後就變作去大了，大咧後尾就講，大家越來越相信佢做係會治療蛇痛嘅一隻先生，所以就作怪嘅人變到治療本蛇狗咬到嘅一隻先生，咁樣一隻過程嘅故事。師傅，用誒。長久以前都講，你不是狗咬到誒。你媽認得生年啊？是不是給燒咗嘞？哦，你睇應該生咯，事情很大條呢。唔是少，攞多幾嘢唔係屠殺，成年派本殺狗黑到，發現狀況很大。お名前は？一郎ちゃん、強い子だね。怖くないよ。薬を塗ったらすぐに良くなるよ。おいくつですか？8歳。8歳。いい子だね。もう大丈夫ですよ。蛇先生はなぜ私を避けるんでしょう。初めは秘伝の処方を教えてもらえると思っていたのに、今日一日一緒に歩いてみて紹介してくれたのはごく普通の薬草でした。蛇先生は秘伝の処方を外部に漏らしたくないのでは。いいえ、今日ご覧になった薬草は確かに蛇先生がいつも使っているものです。しかしあれは一般の蛇の毒には効きますが、万が一猛毒を持った蛇に噛まれたらあの一般の薬草では効きません。本当に毒の蛇に噛まれたら病院に行って西洋医療の形成を受か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んな！蛇先生の医術は遠方でも非常に高い評価を受けています。それなのに蛇に噛まれた人を治さないというんですか？沙先生嘅故事嘅時候，特別有一個特別嘅地方，所以講沙先生因老人講，那其實冇乜嘅秘方，不過冇人相信佢全部落嘅第一事情，佢是都係真實嘅事情講出嚟俾大家，第一時間，大家反而會認為講其實有秘方。其實講嘛講一種這種社會群眾一種盲從，就盲目的這種對一件事的那種盲從感，
其实故事对我来讲，其实是讲一张盲从的故事。其实盲从故事讲得迄尾呢，其实伫尾去偷偷的告诫一只西医的医生哦，含做迄只沙先生内面，去问伊，亲后背到底有秘方无？其实沙先生秘方做当简单，就讲10本砂锅熬到的呢，有2只迄本脱砂熬到的，8只做无脱的砂，所以佢8只无脱的砂草药叠来做好的。那大家就是都爱要治疗砂痛，不过我有确实8只本砂锅熬到的呢无死脱，所以咧只统计数据的问题点点。不过亲到尾咧只西药嘅先生哦，含你困药，老家嘅亲到尾嘅草药拿去化验，花几个年的时间，亲到尾化验出来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你草药点点，完全没有任何疗方。就这种盲从大到连西医的医生也一样掉进那个群众的盲从里面去。其实故事反正都精彩，就会谈论那种盲从那件事情。